佢嘅名喺台灣江湖上響當當，係竹聯幫前代理幫主，曾經同四海幫、天道盟等黑幫爭奪地盤，打下咗一片天下。佢亦係一位成功嘅企業家，竹聯幫旗下嘅多個公司都由佢掌管，年收入過億。佢仲係一位公益慈善家，喺台灣偏遠地區捐建咗多間學校同埋圖書館，並設立咗獎學金同埋營養午餐計劃，資助貧困學生。佢嘅人生故事充滿咗跌宕起伏同埋轉折，令人感嘆不已。佢就係台灣竹聯幫嘅趙把子趙以文。趙以文1941年喺江蘇南京出世，父親係一名國民黨軍人，母親係一名家庭主婦。但係1949年，隨住老蔣敗退到台灣，趙以文父母亦帶住全家人一齊嚟到咗台灣苗栗縣。佢哋喺新嘅地方過住艱苦嘅生活。趙以文自細就體會到生活嘅唔易同埋社會嘅殘酷。返學嗰陣，趙以文經常遭到咗本省同學嘅欺負同埋歧視。佢哋嘲笑佢係外省人，話佢係逃兵嘅後代，話佢冇根冇土。趙以文雖然性格內向，但亦唔甘示弱，經常同佢哋發生衝突同埋鬥毆。佢嘅成績亦唔好，高中畢業之後就此停學，冇考上大學。20世紀60年代，台灣黑幫橫行霸道，各地都有幫派分布。趙以文開始到社會上闖蕩，佢喺西門町一帶同幫派分子接觸。由於出手狠辣，俾華都舞廳睇場嘅頭目小麗、莊藝生收到豪下。趙以文為人豪邁，除咗打得，仲好擅長同人打交道，令嚟舞廳玩嘅客人都覺得佢係個人才，講嘢又好聽，好鍾意嚟呢度消費。亦係喺舞廳工作期間，趙以文結識咗好多竹聯幫嘅馬仔。到咗70年代，佢正式加入咗竹聯幫順治堂，從此好似蛟龍入海咁。趙以文雖然睇上去文質彬彬，但打交佢係一把好手，再加上能說會道，好快就得到大佬嘅賞識，將堂口嘅一啲數目交俾佢嚟處理。無論喺邊度掌握咗財政大權，都會係眾人巴結嘅嗰一個。再加上趙以文出手從來都好闊綽，令堂口內外嘅馬仔對佢都好服氣。喺陳啟禮帶住竹聯幫發跡之前，台灣最大嘅幫派無疑係四海幫。四海幫原本係抱團針對本省掛嘅外省掛，由於勢力迅速擴大，就會同其他幫派起衝突，就連同為外省幫嘅勢力亦都唔例外。竹聯幫當時仲係一個小幫派，四海幫經常來犯，佢哋亦只能苦苦支撐。70年代中期，因為爭奪地盤嘅原因，四海幫同信堂起咗衝突。面對四海幫烏泱泱嘅人馬來勢洶洶，身後帶住僅有幾十個兄弟嘅信堂堂主死命抵抗。趙雅文啱好同幾個馬仔收數返嚟，睇到大佬嘅性命危在旦夕，頓時好急，佢即刻從褲袋度掹出斬刀，殺入人群，拼死為大佬擋下咗致命一擊。之後一手舞刀亂斬，一手拉住大佬突圍，成功突圍之後，佢安置好大佬，又帶住身後幾個馬仔殺入人群之中。經過一番浴血奮戰過後，四海幫雖然係退咗，但信堂嘅人馬亦係損失慘重。睇住趙以文滿身係血，背度仲有幾道觸目驚心嘅傷口，大佬對佢更加係睇重咗幾分，即刻封佢為堂口嘅副堂主。趙以文有咗大佬嘅倚重，手底下嘅馬仔對佢又服氣。無奈後喺堂口講嘢，甚至比大佬仲管用。後嚟大佬喺火拼中喪生，趙以文上位，成為咗信堂堂主。雖然有咗實在嘅權柄喺手，但係竹聯幫仍然係一個小幫派，喺諸如四海幫呢啲大勢力面前，只能算係孱弱。而擴展幫派最需要嘅就係錢，趙以文亦係睇中咗呢一點，開始及上徵信社嘅生意。喺台灣，徵信社其實亦係私家偵探公司。私家偵探嘅業務範圍好廣泛，比如調查人哋嘅資料、跟蹤人哋嘅去向、財務追討呢一類嘅疑難雜症。如果話普通人做呢啲事比較難，但對於作為幫派嘅趙以文嚟講，呢啲事都好容易辦到，所以佢嘅生意極好。好快手頭嘅錢就多咗起嚟。趙以文手頭有錢，竹聯幫嘅馬仔經常上門打秋風，趙以文慷慨解囊，好少會拒絕。亦因此，佢喺幫派中嘅聲望與日俱增。1984年，陳啟禮喺美國犯下咗江南案，返到台灣受到蔣經國嘅過橋抽板，搞咗一個一清專案嘅全省掃黑大活動，被捕入獄嘅黑道中人多達3000幾個。就係喺呢個時候，唔少竹聯幫大佬紛紛逃到海外，
喺海外開始散葉，將竹聯幫發製成為一個國際性嘅黑幫。而趙以民則選擇喺風波過後就返到咗台灣繼續發展，逐步壯大自己嘅勢力。1995年，陳啟禮欽點邀邀黃少琴為竹聯幫幫主，隨後因為治平專案嘅掃黑活動，陳啟禮同黃少琴相繼逃到海外，從此竹聯幫群龍無首。幫派入面堂口各立山頭嘅情況之下，甚至仲經常因為利益而自相殘殺。喺當年嘅風浪中，趙以民專心發展自己商業帝國，專心壯大自己手底下嘅勢力，交好各方勢力，此消彼長之下，好快就成為咗竹聯幫內最具權勢嘅大佬之一，人稱趙把子。2001年，趙以民因為朋友相邀到酒店赴宴，點知嚟到酒店嘅包廂入面先發現，入面坐住幫派入面嘅各大堂主，酒席上觥籌交錯間，台上有個堂主攞起咗話筒，表示擁護趙以民為新任竹聯幫幫主。台下嘅趙以民聞言一驚，連忙擺手再三推辭，但唔難睇出呢一個其實係一場蓄謀已久嘅陳橋兵變。最終各路堂主紛紛表示，如果趙以民唔應承，佢哋就好喺包廂入面唔走啦。趙以民只好坐上咗幫主之位。趙以民上位後，一方面團結幫派各大堂口，為大家謀取利益，另一方面則喺度吸納人才。原本竹聯幫創幫為嘅就係抵禦本省人對佢哋嘅欺負，主要嘅成員都係外省人，而趙以民招馬仔卻唔再係分本省同埋外省嘅差別，因此竹聯幫瞬間壯大，亦因此而本土化。經過竹聯幫各立山頭嘅呢啲年，心思細密嘅趙以民深知冇鐵桿兄弟就冇江湖地位。佢喺黑白兩道打滾多年，培養咗唔少左膀右臂，令呢啲骨幹成員各司其職，分工合作，管好竹聯幫嘅底盤同埋生意。每個季度，佢都會召集所有堂口嘅頭目嚟到台北竹聯總部開會，商討幫務大事，統一幫派嘅進一步行動。喺趙以民嘅帶領下，竹聯幫勢如破竹，無人能敵，穩坐台灣江湖嘅大佬。竹聯幫旗下企業更係遍佈各行各業，賺錢無數，令趙以民坐擁財富。喺02年嘅時候，尷尬嘅事情仲係發生咗，陳啟禮欽點嘅竹聯幫幫主黃少琴出獄。呢個時候，眾堂主兄弟擁護嘅趙以民帶住幫派賺到盆滿缽滿。雖然話佢逼緊唔係由上一任幫主欽點嘅人，但佢做嘅事係有目共睹㗎。不過，盡管黃少琴一直喺度逃亡，對幫派冇做過幾多貢獻，但畢竟佢係創幫幫主陳啟禮點名嘅繼承人。黃少琴嘅出現，趙以民嘅位置就好尷尬，顯得有啲名正言順。喺02年年底，黃少琴亦冇親自出面同趙以民硬剛，而係通過媒體宣布將幫主之位傳俾鍾馗、李鍾馗。但係李鍾馗又唔點樣理會江湖之事，因此竹聯幫嘅實權依然牢牢掌握喺趙以民嘅手入面。喺2004年嘅時候，見李鍾馗唔點樣理事，黃少琴又宣布將幫主之位傳俾胡台富。胡台富雖然響應號召，喺2年內入面擴展咗多個堂口，但佢從嚟都冇喺公眾面前承認自己係幫主。喺幫派內，局勢亦變得微妙。黃少琴呢一脈被稱為嫡系一脈，雖然係名正言順，但因為種種原因，唔掌權、唔做事、崇拜趙以民系統嘅勢力，經常被視為主流派。趙以民雖冇得到欽點，但就把持住幫派，亦係因為咁，喺外面嘅人睇嚟，竹聯幫幫主一職嘅歸屬，實在係一頭霧水，都唔知道到底邊一個先係幫主。2005年。台灣最後一個教父蚊哥出殯，葬禮極為隆重，約有10萬個黑道分子齊聚奔喪。趙以民擔任治喪委員會嘅一員，可見佢喺江湖上嘅威望有幾高。當然，一個黑道分子出殯嚟咗10萬人，當局自然係會出手。趙以民高調咁作為治喪委員會一員出現，自然係首當其衝。亦因此喺呢件事之後，趙以民開始退居幕後。直到2007年，陳啟禮嘅葬禮上，竹聯幫入面論資排輩嘅先後順序，先從治喪委員會嘅名單中體現出嚟。名單上最高級嘅主任一職係黃少琴，排名第2嘅副主任一職係趙以民。亦因為嗰一次葬禮，確認咗黃少琴竹聯幫幫主嘅位置，外界都稱趙以民係代理幫主。之後，趙以民退出江湖，投身公益事業。不單止成立咗基金會，仲對偏遠地區嘅兒童捐款，
仲積極推廣運動項目。2010年7月24號，趙以民迎嚟咗雙喜臨門。呢日不但只係佢自己嘅70大壽，同時仲係佢細女出嫁嘅日子。喺台北皇朝大酒店開咗200幾圍台，黑白兩道，名人政要皆聚一堂，可見趙以民嘅地位有幾高。趙以民嘅公益事業依然喺度進行緊，唔單止為偏遠山區嘅兒童提供咗獎學金，仲為佢哋提供營養午餐，亦因此被當地嘅學童稱為趙爺爺。